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共推。即遍无用兼咱是来做一个底的。看即张图，一间房间有6支条仔，两支做一对。头一对飘做 R， 第二对飘做 B， 第三对飘做 C。当要画3条线，甲 R 甲 R 连做伙 ，B 甲 B 连做伙 ，C 甲 C 连做伙。无定着爱画直线，通画弯翘的线，总是线袂使相卡。要安怎画呢？这毋是迄款比干巧的问题，就毋通讲啥物条仔落一空互线过，也是啥物线牵去天棚才落来。这是认真的微相学的问题，就甲伊当作数学的考试来做，因为这是真简单的问题，大部分的人开1分钟去想就做会出来。若无就先休困，过转工过来看，步平是做会出来。所摆遮无要解答，人有统计，所开的时间和年岁有地带，较有岁的人大面会开较侪时间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，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